您好，欢迎光临。很好，欢迎光临。很好，欢迎光临。你好 Hello， 需要帮您做介绍吗？很好 Hello， 我甲很小改嘛。很好 Hello， 我甲很小改嘛。麻烦你，我看不懂上面的中文，请问这些是什么口味？麻烦很，我严新面霜的中文，请问你钓虾不嘅口味？麻烦很，我严新面霜的中文，请问你钓虾不嘅口味？这饭团啊是鲔鱼口味的，旁边是肉松口味，那个是泡菜口味。叶盘卵是鲔鱼口味，粉条是牛腐口味，加介是泡菜口味。叶盘卵是鲔鱼口味，粉条是牛腐口味，加介是泡菜口味。看起来很好吃。再请问这些汉堡有什么种类呢？念起来真好食。佮请问下，你钓汉堡有不嘅种类嘞？念起来真好食。佮请问下，你钓汉堡有不嘅种类嘞？左边是猪肉汉堡，右边啊是鸡肉汉堡。白手嘞是鸡肉汉堡，前手嘞是鸡肉汉堡。白手嘞是鸡肉汉堡，前手嘞是鸡肉汉堡。那我拿一个猪肉汉堡，还有哪些推荐呢？因我睇一个鸡牛汉堡，也就你钓要种推荐嘞。因我睇一个鸡牛汉堡，也就你钓要种推荐嘞。你可以看一下我们新上市的面包，很受欢迎哦。很不中样一下，我因新上市的面包真得人味哦。很不中样一下，我因新上市的面包真得人味哦。看起来很棒，有好多选择。念起来真好食，又真道好讨。念起来真好食，又真道好讨。上面是 cheese 口味，下面是红豆口味的。面霜是 cheese 口味，下桥是粉条口味。面霜是 cheese 口味，下桥是粉条口味。我买这个cheese口味的面包。好的，你看这边还有茶叶蛋、番薯饼。我爱米里介cheese口味的面包。好，很阳日咧，也就真道炒汁卵、韩式饼。我爱米里介cheese口味的面包。好，很阳日咧，也就真道炒汁卵、韩式饼。每样啊都是超人气哦。看起来很美味。图片拢是人气商品哦。念起来真好食款。图片拢是人气商品哦。念起来真好食款。这些饼干都很有特色呢。那我买这包饼干。日条饼拢真有特色。俺爱米里包饼。日条饼拢真有特色。俺爱米里包饼。请问你们有瓶装矿泉水吗？有啊，我们这里有常温或冷藏的矿泉水哦。请问迄人日罐装的矿产费吗？有，我因掠有无冰的含有冰的矿产费。请问迄人日罐装的矿产费吗？有，我因掠有无冰的含有冰的矿产费。那我拿一瓶常温的矿泉水。俺爱这罐无冰的矿产费。俺爱这罐无冰的矿产费。要不要多带一瓶啊？我们现在第二件有6折优惠哦。检讨加密日罐，我因显示天意券有6折优待。检讨加密日罐，我因显示天意券有6折优待。好，我就买这些东西。好的，请到柜台结账。好，我这米日条米券。好，抢到开台结束。好，我这米日条米券。好，抢到开台结束。我想再跟你买一杯咖啡。咖啡哪里都有，哎，我介绍你喝茶怎么样？我想搁加献米一杯咖啡。咖啡你味拢有，我小改献啉茶好吗？我想搁加献米一杯咖啡。咖啡你味拢有，我小改献啉茶好吗？俗话说啊，饭后一杯茶，饿死卖药家。哎，这茶啊对身体很好呢。俗语讲，饭后日后茶，饿死米就洒，茶对身体真好呢。俗语讲，饭后日后茶，饿死米就洒，
茶对身体真好呢。那这样就再来一罐茶。那俺吃了这罐茶，那俺吃了这罐茶，有台湾咖啡吗？有啊，很有名呢。有台湾咖啡吗？有啊，真出名呢。有台湾咖啡吗？有啊，真出名呢。请问要冰的还是热的呢？啊，热的。请问有冰的，也是烧的。烧的，请问有冰的，也是烧的。烧的，中杯还是大杯呢？中杯的就好。中药也是太药的咧。中药7号，中药也是太药的咧。中药7号。好的，一杯中杯台湾热咖啡。好，日药中药台湾烧咖啡。好，日药中药台湾烧咖啡。哎，需要帮您加糖吗？请你另外给我1包糖包。甲迄参痛么？请迄另外顶爱这包汤包。甲迄参痛么？请迄另外顶爱这包汤包。没问题。哎，你要尝尝台湾的番薯吗？无问题，迄套试些台湾的韩式么？无问题，迄套试些台湾的韩式么？很香很 Q 哦。人说啊，番薯是个宝，常吃身体好呢。真香真 Q 哦！人讲韩式吃迄宝，切色身体好，真香真 Q 哦！人讲韩式吃迄宝，切色身体好。好，麻烦你。需要加购1个袋子吗？好啊。好，麻烦hen。爱加面你家推么？好啊。好，麻烦hen。爱加面你家推么？好啊。这样总共是190元，收您200元，找您10元。来，这是您的发票。按拢总是190块，收现200块，走现10块，掠是现的发票。按拢总是190块，收现200块，走现10块，掠是现的发票。请在旁边稍候一下哦。您的加热食物和咖啡马上就好喽。好的。抢得分头等一下，很难烧的什么和咖啡能试吃好啊？好。抢得分头等一下，很难烧的什么和咖啡能试吃好啊？好。这是您加热的猪肉汉堡、cheese 面包和中杯的台湾热咖啡。掠是很难烧的自由汉堡、cheese 面包和中药的台湾烧咖啡。掠是很难烧的自由汉堡、cheese 面包和中药的台湾烧咖啡。和1罐茶，还有番薯。哎，小心烫哦！也就韩式，生意烧哦。也就韩式，生意烧哦。谢谢你哦。不客气，谢谢光临，请慢走。落来hen。唔是生意，感谢光临，请款项。落来hen。唔是生意，感谢光临，请款项。